大家好，歡迎大家又嚟到港產會館，我係齊阿哥。正所謂就鑊鑊新鮮鑊鑊金噶啦。咁成哥賣碼頭單嘢，Bloomberg 琴日又爆料噃。咁昨日我哋都話啦，成哥簽正式買賣合約咧，好可能就係4月2號或之前就簽噶啦。咁彭博琴日就爆料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咧，眼見而家冇乜時間剩噶咯。即係話北京政府就算話要喐手咧，其實都唔夠時間做嘢噶啦。所以就話只能夠被動處理嘅啫。乜嘢意思咧？就話上星期有中國高層嘅官員就話俾啲國企老總知，以後有關李嘉誠同埋有關嘅企業咧，咁呢個一定係豬年計埋佢啲仔㗎吓。咁話唔定包埋紅顏知己嘅噃。就話日後若果同李嘉誠相關嘅企業有咩生意往來嘅話咧，咁而家新嘅項目就唔會批㗎啦。咁彭博報道就話，咁只係講緊新嘅項目啫，新嘅合作嘅啫。咁即係話以前做開嘅咧，暫時就冇影響咁講。咁當然，而家一直做緊嗰啲咧，就會係睇下啲 compliance 正唔正啦。即係話用監管機構嗰招咧，就睇下有冇違法啦，有冇唔守規矩啦。若果有嘅話，咁就好似以前螞蟻咁，即刻就出 order 要停㗎啦。除咗彭博之外咧，南華早報亦都有報道講話，咁其實自從喺3月4號，即係長和公佈咗呢單交易之後咧，雖然未簽實啦，但係傾緊呢單交易都要公佈㗎嘛，即係 negotiation 證監會聯交所嘅規定都係要公佈嘅，因為呢啲都係 price sensitive 啊嘛。咁就話咁港共政權方面咧就已經主動聯絡長和，就話一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就話咧。雙方一直都保持聯繫嘅，唔係冇計傾嘅，嘗試尋找一個合理嘅解決方案。只不過就話解決問題嘅方案咧，就真係有限啦。點解啊？若果話要長和退出嘅交易嘅話，哇，咁個代價就好高啦。而且仲會有嚴重嘅政治後果添。咁大家都知道，咁美國嗰邊確實係脅迫去交易噶嘛。特朗普講到明話，呢個係同中國有關嘅企業，咁但係我哋嘅睇法，呢個係長和又或者以前嘅和黃做咗幾十年嘅業務，就絕對唔係話特朗普一口話係就係，甚至乎連巴拿馬政府都認為唔係嘅。講緊條運河咧，依然係屬於巴拿馬政府嘅。而家長實所賣嘅咧，就係喺當地2個港口裏邊嘅碼頭嘅啫。只不過今次就借勢啦，將全球嘅港口碼頭業務一次過打包，就賣俾貝萊德帶嚟嗰個財團，就唯獨是深圳香港大陸嗰啲就唔計在內。所以話若果從國家安全嘅考慮咧，咁長實將香港同大陸嘅業務掹咗出嚟唔作成交咧，其實已經照顧咗㗎啦。咁海外嘅碼頭業務就算賣咗又如何啊？對國家有乜影響啊？咁唔通你認為全世界碼頭都應該你控制晒咩？所以話就算港府話介入，咁其實都要講個道理先得。若果冇道理嘅嘢咧，根本上就介入唔到嘅。咁雖然根據彭博呢篇報道就話，港府就話若果繼續推進呢單交易嘅話咧，就話對公司即係長和啦，同埋國家會帶嚟壓力同埋損失咁話嘅。咁即係點啊？而家靠客啊？而彭博篇報道亦都話，整個長和集團而家嘅營收只有12%咧，係嚟自香港同埋中國嘅啫。咁大部分咧都係嚟自歐洲啦、北美洲啦、澳洲啦。而業務範圍亦都非常之廣泛嘅。就包括有零售啦，又包括埋電信啦。喂，若果以後賣電信公司嘅時候，咁唔通又話你有份啊？你又冇出錢嘅，到時又話呢啲係策略性嘅，有戰略性嘅意義嘅，咁到時又唔俾賣啊，咁所以咪真係講唔通咯。我哋繼續講落去，亦都包括埋其他嘅港口同埋公共事業即係講嗰啲 infrastructure 啦，即係長江基建嗰啲啦。咁長建持有嗰啲電廠水廠咁嗰啲全部都有戰略意義噶喎。只不過呢啲基礎設施全部都喺外國度嚟嘅，咁同你港府有乜關係咧？所以彭博就話，咁其實大部分嘅呢啲業務咧，根本上同香港政府同中國政府接觸都唔多，都冇乜拉楞嘅。
只不過講到明係對人唔對事啊嘛，而家咁所以就會楞埋李嘉誠有關嘅企業一整體嚟睇噶咯喎。咁 Bloomberg 就話會包括埋長江實業啦，亦即係上市編號1113啦，家陣叫做 CK Assets 啊嘛。咁長實當然就長期持有好多出租嘅物業啦，係嘛，收租佬嚟噶嘛。而呢啲物業大概有1/5度咧，咁係嚟自於大陸嘅喎，當中亦都包括都幾多嘅土地儲備喎，咁都係喺中國境內嘅。咁另外彭博點名咧，又點到少少超喎，咁大家都知道李澤楷早幾日上咗北京度嚟啦，就話李澤楷所控制嘅盈科拓展集團，即係 Pacific Century Group 咧，咁佢嘅業務同中國就長期都有接觸嘅喎。而當中有一範咧就相當之敏感啦，就係保險業務。佢有間公司咧就叫做富衛啊嘛，咁英文簡稱咧就係 FWD 啊嘛。咁早前李澤楷呢間公司嘅財務報表中就表明，就話有意拓展中國市場嘅。咁保險業務係金融業務嚟啊嘛，咁當然就有大陸嘅監管機構，好似中國證監會嗰啲要批准啦。咁唔好話乜先啦，就講翻香港電訊啦。咁香港電訊而家第2大股東咪中國聯通咯。咁中國聯通咁當然就係國企嚟啦。以前我哋講 ViuTV 嘅時候已經講過一集噶啦。聯通係第2大股東，咁香港電訊當然就係半國企嚟啦。咁呢個消息對李嘉誠有乜影響呢？齊阿哥認為咧就微乎其微喎。首先而家整個超人集團或者相關集團咧都係向外移嘅。就冇話要喺香港或者大陸加碼喎。最近雖然話有入標買下啲地，增加下土地儲備咁樣。咁但係呢個喺市場嘅感覺都係成個長實集團買地咧都係 reluctantly 嘅啫喎，即係勉為其難嘅啫喎。乜價啱我咪買咯，而且仲要好低添。如果唔啱價，我都擺埋一邊唔做。係你自己李叉燒啲港共官員經常喺度講。就威逼啲4大家族要焗佢哋買地啊嘛，好似北部大都會咁咧，有焗人哋簽意向書啊嘛。咁若果你話喂，以後係咪唔侵我玩咧？係咪唔使我投地咧？哇！我諗李嘉誠都唔知幾開心。最開心就係李澤鉅添啦，將啲錢可以搬晒去英國。若果彭博所報導嘅係真嘅，係堅嘢嚟嘅，就話以後啲國企就唔可以同李嘉誠有關嘅集團再做生意嘅，同佢絕交嘅。咁其實對李嘉誠同埋一干人等咧都絕對係好消息嚟啦。咁唯一對小小超嚟講，咁咪唔好做大陸嘅保險咯，咪做多啲東南亞咯，係嘛？佢富衛而家做東南亞做得好成功噶。咁其實唔單止彭博㗎，琴日香港01都整一篇文章㗎，就質疑李嘉誠話你而家係咪話你唔係香港公司啊咁啊？咁事實上人哋真係唔係香港公司喎。喂，好心到呢個時候，香港01就唔好出醜啦，唔好寫埋呢啲咁嘅嘢啦。係人都知道，成個長和集團係開曼群島註冊嘅公司，下低嗰啲子公司好多都係外國㗎嘛，唔係外國公司點經營啊？咁難道你香港01認為開曼群島都係你中國嘅屬土嚟咩？阿成哥遷冊都成10年咁耐咯，你香港01仲好意思問？你而家敢唔敢話你自己唔係香港公司咁講？咁你不如索性屈李嘉誠話偷睇阿婆沖涼把啦！大家睇見李嘉誠一個90幾歲老人家今日仲要承受咁大嘅壓力都要繼續呢一單世紀買賣嘅。咁其實當日啲侵犯係咪應該向李嘉誠要講聲唔好意思呢？我誤會咗你呢。長和呢單世紀買賣正正就話俾大家聽，呢間公司本來就係一個外資企業。根本同中共就無關，而共產黨而家所做嘅嘢啱啱就調翻轉，想證明俾大家睇，我係對呢件事有影響力嘅，但係似乎就不得要領啦。亦即係話共產黨開足千百匹馬力，用咗咁多國家機器，到今日為止都無法阻止呢一單交易至算啦。咁咪即係證明咗根本李嘉誠或者李氏王朝就並唔係共產黨嘅代理人咯。咁啊最低限度，唔係你習近平嘅代理人咯，唔係佢嘅白手套咯。咁你啲侵犯當日講到行一行，咁你係咪應該道歉啊？你哋最中意講道歉嘅喎。呢個世界就好唔公道㗎。網台主持講錯嘅嘢就話要道歉嘅。啲網民買樽腐乳買貴幾廿蚊，又關啲網台主持事嘅。
又要啲網台主持道歉。啲網台主持認為，喂，奧運就奧運啦，係嘛？投共就投共啦。點知唔好彩，原來阿靚女以前寫一篇文章係投共，冇辦法啦。嗱，我哋都認衰，我哋都道歉。好啦，而家你睇錯咗李嘉誠啊，你班人使唔使道歉呢？齊阿哥就認為呢次事件到底結局係點，暫時冇人知啊。但係到而家呢一刻嚟講，對香港嘅影響係深遠嘅。道理就好簡單。假如你都係四大家族，手頭上有千幾2000億，家陣原來冇產權嘅喎，你所擁有嘅嘢唔係自己嘅喎，原來全部都係屬於習近平嘅喎，咁你下一步點做啊？你係咪撤資啊？係咪靜靜雞調走啲錢呢？乜個個都係咁做啦。好啦，到小投資者呢，你敢唔敢買樓呢？喂，如果李嘉誠都俾人搞，若果用咗成10年嘅部署，完全係合法嘅買賣，一樣俾人搞。咁你仲敢唔敢用你成世人嘅積蓄，再加埋你未來嘅收入，喺香港供一層好貴嘅樓呢？再有施永青寫一篇文章，就講咗一個好殘酷嘅現實，就話香港嘅鋪市已經玩完啦。係因為傳統以嚟香港有好多嘅收租佬，一直都認為一鋪能夠養3代人噶嘛。咪確實係喎，香港你大把啲老人家，你唔好睇個寒寒酸酸着條短褲，個手拎住個背心膠袋，喂，佢哋大把錢嘅喎，冇咩原因嘅咋，就係揸住好多鋪位嘅咋，而且你話冇人租唔緊要啦，擺喺度啦，佢哋唔介意噶。嗰啲喐下都個100幾200億身家，仲有好多嘅香港，所以我哋呢啲連中產都未算啊，人哋嗰啲先叫中產嘅話，我哋啲叫乜啊？但係施永青琴日篇文章就講，呢啲過去十分之成功嘅長揸鋪位嘅投資方式咧，用今日嘅角度嚟睇，咁好明顯就已經脫節啦。就話家陣一眾嘅鋪王，無論老嘅還是亂嘅，係因為鋪價嘅回落咧，就俾銀行搏命去追差價，而家搞到狼狽不堪。咁就話好多呢啲投資者最初就以為，而家呢種困境都同社會運動同疫情有關啫。點知唔係喎，諗住疫情過後雨過天晴啦。咁而家情況仲更加惡劣喎。咁主要面對咧就2大難題嘅。咁其實第一就北上消費啦，只不過施永青喺呢篇文章個重點唔係呢樣嘢，而係第二個原因。因為而家全部係網上消費。施永青作為老行尊就話，以前咧香港人咧就中意行街買嘢作為消遣，但係而家唔係咁咯。而家網上購物就係貨物品種之多，就比實體店咧其實就多好多，而且服務就更加之好。除咗話乜嘢牌子都有之外，仲包埋送貨，仲包埋試用，試過唔啱嘅可以退貨，買貴咗嘅買貴咗可以補翻差價俾你。咁當然啱啱京東都話，喂，我而家同 Hong Kong TV Mall 打緊，我可以有價格保證，買貴咗我要補翻差價俾你。只不過王維基就話，做乜你哋比較嗰啲商店咧，全部都係大陸嗰啲嚟嘅，點解唔係攞個 Hong Kong TV Mall 嚟比較嘅？你睇我唔起先。咁琴日1137就公佈業績嘅，咁京東即刻就做勢啦，就拿住盤數去捽王維基就話乜你原來毛利率有25%啊？喂，我哋京東冇嘅喎，我哋京東得10%嘅啫喎。咁齊阿哥即刻上京東個網站睇翻佢2003年全年嘅業績咧，咁佢冇講大話喎，佢個 cost of revenue 咧係8.5%喎。咁但係另外仲有個 fulfillment 啊嘛，個 fulfillment 咧即係話送貨嗰啲個 fulfillment 啦，咁係5.9% 當6% 啦。咁即係話其實京東咧每做100蚊生意咧係賺10% 到嘅啫喎。咁琴日京東亦都即刻發帖就話多謝阿黃生對京東嘅關注佢哋琴日發帖咧就相當之串嗰隻，就話既然阿黃生開咗個頭咧，我哋而家正式宣布，就話京東咧你買滿188蚊咧，就所有貨品全部都免費送到上門嘅。就話另外由而家到6月底，大家買電器咧，除咗話免費送貨之外，仲免費幫你安裝埋喎。咁當然京東亦都串埋王維基啦。意思就係話，哇，原來你食水咁深毛利2成半我哋京東冇喎。就話我哋京東為咗為人民服務，
個毛利率只係得10%到啫喎，所以即係話施永青而家所講嘅情況咧，競爭好劇烈，唔單止話啲人冇行街去買嘢，甚至乎連網上買嘢個競爭已經劇烈到唔單止話包送貨啦、包安裝啦，俾你試用唔啱可以退貨啦，仲話要補埋差價喎，咁仲邊有人落街買嘢啊？施永青喺地產做咗幾十年噶啦，今時今日咧都認為要打倒昨日的我啦，就話鋪價係唔值錢噶啦，而家佢直頭話唔好講話零售而家連銀行都網上銀行就話除咗啲老人家唔計，到底仲有幾多人真係需要一間實體嘅銀行分行佢辦理業務咧？咁其實少之又少，所以老師就話。而家好多銀行都唔開分店啦，接咗就算啦，都唔諗住開翻。所以施永青就話：今時今日香港嘅鋪市咧就正式死亡噶啦，徹底玩完噶啦。所以橫睇掂睇，香港都好難樂觀喎。超級富豪啦，千億萬億嘅李嘉誠都俾人搞緊噶喎。咁大家看在眼裏，自然心裏發毛啦。喂，我仲點敢揞荷包去同你買樓仲點敢去問銀行借錢喂，我份工分分鐘都做唔長嘅喎，除非做政府工啦，係嘛？政府工就話鐵飯碗啫，又或者法定機構都半鐵飯碗啦。咁其他人邊有信心而講到商業，講到鋪位咧，家陣就一潭死水嘅。寫字樓就更加唔再講啦，跌咗7成幾所以施永青琴日篇文章最後就講就話預期呢啲商業嘅物業，尤其是講緊鋪位仲會繼續沉底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諗住鬧王維基就1137，即係香港科技探索咧，家陣嘅市值得10億到嘅啫。至於京東咧，家陣市值咧就5000幾億喎，咁大好多倍啦。而且間公司係賺緊錢嘅，個 P/E ratio 市盈率咧係11.44嘅啫。咁王維基仲係蝕緊錢喎，所以若果我係王維基咧。應該就學下李嘉誠嘅，將啲錢搬走，唔好再花銀紙夾硬鬥落去。因為而家啲大陸企業，無論國企好民企好咧，佢哋全部收咗北京嘅 order 咧，都進佔晒香港嘅市場嘅，以本傷人嗰隻嘅。咁你王維基就算話有啲銀兩，都算係個中產嘅。老實講，應該保持實力，開開心心做個快活人就算啦，唔好真係花銀紙去同佢哋鬥，根本上係冇得鬥嘅。只係死路一條嘅啫。今次節目結束之前，我哋補翻一飛。就係烏克蘭嘅國會而家就收到美國提出嗰份收購礦產嘅協議啦。咁今次呢份唔係 MOU 嚟嘅，呢份係正式出讓協議嚟嘅，講緊成58頁咁多，總共有18個部分。咁睇咗落去之後咧，好多國會議員同澤連斯基都話呢份嘢原來係無限期嘅。係永久將啲權益係俾美國嘅，咁暫時嚟講，大家都唔知道究竟簽唔簽得嘅，所以侵犯侵犯，你唔好以為人哋一定要簽歷史罪人呢啲嘢咧，就個個都唔想做嘅，若果趕狗入窮巷嘅話咧，就只會令到呢一單嘢最後都會告吹嘅啫，咁不如咁啦，你美軍同俄軍聯手佔領咗成個烏克蘭把啦，咁呢個可能就會得到你所要嘅結果咯。好啦，咁今日齊阿哥同大家就傾住咁多，我哋聽日再見，拜拜。明月光，滿地放霜雪，呆望晚星，驟見天書透入血，夜裏看窗，仍幻想飛脫，期望你早日擺脫。重拾以往浪漫的歲月，夜更深，掛念起雙親。白晝那邊，莫使我擔心。事到如今，萬事得小心。求局勢早日安穩，祈求兩老平靜度過這一
人悄悄地離開了，但竟不見帶着歡笑。漸夜總怕傳來呼叫，忐忑不安接近破曉。若要分，便不必再等。當跌人生，儘管會厄困，無淚情感又怎可看真？懷念往昔淚不禁，人仍要逝去的光陰。漸夜總怕傳來呼叫，忐忑不安接近破曉。若要分，便不必再等。當跌人生，儘管會厄困，無淚情感又怎可看真？懷念往昔淚不敢，人仍要逝去的光陰，情何自誇？